咁其實咧，糖尿病咧同埋癌症咧就的而且確咧係有關係嘅喎。咁一個糖尿病人啦，相比於即係冇糖尿嘅人咧，其實咧佢患上癌症嘅風險咧會高出咧2成至3成咁樣嘅喎。咁咧亦都即係有唔少嘅一啲臨床嘅文獻啦、觀察性質嘅文獻啦，就話到俾我聽咧，一個糖尿病人患上咗癌症啦，佢個死亡率咧會比冇糖尿病人咧會高出4至6成添嘅喎。嗱咁其實咧糖尿病究竟點解會導致即係個癌症嘅風險會增加咧？咁其實咧就主要有2個大嘅原因嘅。嗱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咧糖尿病患者同癌症嗰啲嘅患者咧都 share 一啲咧即係差唔多嘅風險嘅因素。呢啲包括就係年紀啦，年紀慢慢漸長，跟住咧可能又加埋肥胖啦，咁同埋咧日常嗰啲嘅飲食習慣啊、生活習慣嚇，即係可能少運動啊嚇。咁另外咧就有啲人可能會有食煙嘅問題啦。咁呢啲咧其實咧都會容易咧導致一個病人又有糖尿，同一時間咧又有癌症嘅嚇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其實咧如果糖尿自己本身咧都有啲病理嘅一啲原因咧，令到患上癌症咧個風險會高啲嘅。咁呢啲包括就係有胰島素嘅阻抗啦，咁然之後咧就有啲慢性嘅發炎啦，咁呢啲咧都會慢慢令到癌細胞咧原來咧會容易啲滋生出嚟嘅喎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係血糖咧即係佢成日都偏高咧，咁呢啲癌細胞咧都要有啲方法咧就用咗啲糖就增加自己去繁殖。咁所以咧糖尿病患者點解會大啲機會咧患上癌症咧？其實咧都係病理上都係有少少可以解釋得到嘅。其實糖尿病人究竟有邊啲嘅癌症咧會特別容易即係個風險會增加咧？咁其實咧主要咧都係啲腹腔裏邊咧一啲嘅癌症嚟嘅。咁呢啲包括就係譬如話大腸癌啦，都其實其中一個最常見咧喺即係成年人咧嘅癌症啦。咁另外咧就譬如肝癌啊、胰臟癌啊，咁女士嚟講咧就譬如話啲子宮癌啊，甚至乳癌咧，其實呢啲風險咧佢哋都會增加嘅喎。根據翻國際指引啦，咁其實咧糖尿病患者咧都應該即係跟翻佢個年紀啦，做翻啲標準咧嘅癌症嘅篩查嘅喎。咁呢啲包括就係大腸嘅癌症啦。咁如果譬如話有家族病史或者食煙嘅話咧，就肺癌嘅篩查啦。咁女士當然就係乳房啦、子宮頸啦。咁另外咧就男士嘅話咧，即係都可以包括埋一個前列腺癌症嘅檢查嘅喎。咁咧亦都不得不提咧，就係咧有部分嘅病人咧，原來咧佢突然間血糖去到好高，啱啱揾到有糖尿病，咁咧其實有機會咧係一啲癌症嘅表徵嚟嘅喎。咁呢啲包括咧就係譬如胰臟嘅癌症啦，咁同埋咧就大腸嘅癌症。咁當然咧好多時候呢啲病人咧都有其他啲嘅症狀嘅。咁呢個咧就真係建議翻啲病人如果啱啱最近揾到有血糖都幾高嘅，突然間失控嘅，咁問翻醫生究竟有冇呢方面需要做翻啲檢查啦。咁最後都有一提啦，咁其實咧喺治療方面咁咧其實一般嚟講咧，糖尿咧嘅治療咧就唔會特別影響癌症嘅。咁但係咧個別嘅癌症呢個治療啦，有機會咧令到咧血糖會提升嘅。咁如果血糖咧控制得唔好嘅話咧，亦都有機會咧影響到咧嗰個癌症呢個治療嘅效果嘅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即係有啲病友啦，真係可能唔好彩啦，都患上癌症，而嗰啲藥物咧影響血糖咧，咁咧高咗咧，咁都要係好好咁樣控制啦。咁同埋咧，好好咁監察嘅。